觉得蛮可怕。当然，我就跟 Google 谈，Google 很巧啊，台湾后来 Google 来谈，他觉得有意愿啊。包括我们现在手机 APP 的 Line 也是啊，那叫我们自然过来跟他谈，他觉得说，他说可以的，可是你们还是要付那个上架费要30万。我说我这么多钱，自然过来这么多钱，去让你付这个上架费做这个服务，后来就跟 Line 谈，现在还在谈，因为那是毕竟还国际谈。台湾民间信仰它是很虔诚的。我来3个自费的都是那种一个行销部经理，一个是业务部经理，一个海外事业部的发展经理。他觉得说台湾这个特色需要，他也觉得说这个东西需要是可以作为养部去包装做营销。那我觉得这个很强。那就当然4年前就跟这个合作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很短，只是这个那个窗口刚好下架。对，我就觉得可能营销都是马走脱笔，因为我这些单位都很大，我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总是会比较忐忑啊，就是可能会被拒绝干嘛的，但是上车都还蛮顺的，对，就觉得蛮可怕。当然，我就跟 Google 谈，Google 很巧啊，台湾后来 Google 来谈，他觉得有意愿啊。包括我们现在手机 APP 的 Line 也是啊，那叫我们自然过来跟他谈，他觉得说，他说可以的，可是你们还是要付那个上架费要30万。我说我这么多钱，自然过来这么多钱，去让你付这个上架费做这个服务，后来就跟 Line 谈，现在还在谈，因为那是毕竟还国际谈。不可能说当年马上成功，可能第1年跟他耗一下，第2年再来当了解，第3年可能成功。大部分都花2-3年时间，在国际品牌都2-3年，但是台湾的品牌就比较容易，台湾品牌顶多可能花2年或者1年就成熟，或者说不一定要品牌2-3个月，他说哦，自然过来可以谈得多，当然就好，就。那有些可能就是国外的品牌或比较大品牌，就比较花一点。当然，计划部分是这样，时间上是这样。然后刚刚我提到第2个问题是，就是说你们1亿的机会的1亿的机会。就活动你看10多个，然后包含你看这些放烟火也是要钱的，这些钱怎么来？都是跟政府申请补助嘛，中华电信要申请补助给我们啊，然后就可能办这些改变，就刚刚讲的说，他补助给我们，那你过程当中我们要准备一些财产，有些可能是用券，那有些是自然光，有些变成是一个造价，那这些照样，我们这些服务出去每年出去的大概有800个人左右，这些核心的啦，在到处常工作的也800个人。要穿啊，要吃啊，要用啊，都要钱啊。那你从内部到外部，可能信众那些我们安排救护车啊、保险啊等等啊，这些都要花钱。然后当然可能做活动啊，还做一些大型活动啊。活动方面只是一小部分，就是大概1/10的预算而已。那活动方面的费用怎么来？那也不见得是这个里面的预算，就是将近快1亿没有到1亿，但是活动方面的费用，厂商来跟我们企业做结合，像我们今年有跟歌林电锅做结合。那个电锅，它跟我们做结合，它这个电锅水，客制化电锅水是歌林电锅水，不是我们之前给他做的，他来跟我们做结合来合作，他赞助我们做活动，我们授权给他干嘛的形象跟销售给他去做运用。那他当然要电锅上有对运营组，那这个电锅上运营组，那你这个部分要怎么和他来合作？就像我刚刚讲，跟那个Hello Kitty 一样，Hello Kitty 也是你跟他谈授权嘛，你要付人家授权金嘛。我们也是啊，授权金你付给我们，那授权金付来付给我们干嘛？我们做活动啊，就是你说他可能付给我们2-3万，那一部分我们是罗老，大家妈都会付1万，其实我都会付一部分是罗老文化局，一部分是罗老育幼院那边，育幼院那边也需要钱，所以我每年在育幼院的这些经费都从这些文化节，其实在办这些活动，群体，不然平常有些要会是说小的学长，但是小朋友一整年。70几个，将近快80个，这么多按奖金的，按学校宿舍要让学费满点回头，怎么可能够的？他就一定是在这段时间去募集一些社会福利，包含小朋友，当然我们要做中医救济，这样一个，还有我们无限大小地区，虽然是目前开放大地区可以申请，可是后来我们扩及到全国，那你有些全国性的要申请，他就来不能够登记啊，你要领那个政府那个证明，你就可以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这样，龙安自己也是这样做，龙安他也是有跟政府申请，他自己的像有潜在的一部分移拨来做社会福利这样，因为钱都是政府或系统给的，你不可能说全部自己，不然就跟非常成功，我们就在联合下面就被收押了，我们民众常常订购在法规，对，我们东西那边东西店卖的不错哦，那个有些年轻人7年前我就这1个月。我们自己知道1个月大概会我们被调很凶，这种光目标单一可能是刚刚的外界，而这种很赚。
赚很多钱，我会去来查对，就看看你们那个商品贩卖部卖的怎么样啊，过一看评价说，哎，这东西杯子卖多少钱啊？这个妈祖供的卖多少钱？然后去回推算算看看你的缴税啊，我们都有缴税啊，因为福利基金还是要缴税的，对啊，所以政府给我们钱还是缴的税，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活动做完才叫核销，在政府说的，因为这些核销是跟政府、跟中华电信、跟中油，他们很多已经好多年了，跟中油、中华电信、台电都要出去给我们，但是遇到这个监管员会问，之前就有报啊，说这些社能公司这些黄核销，他们去处理，我们都是要透过政府给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我们的唯一的优势就是面目标大，享有很大的社会优势，可是相对的享有很大社会优势，但做的事情更多。那你很多民众都聚焦在你的地方，人家不见得会注意中山自由公，你也没有几个人，可是中山自由公随着它活动越做越多，或者是像政府活动越做越多，你的很多人这个进入这个进来，那你一般不会去注意，像实际很多人注意说啊，实际的这个实际流动的正常，因为人家会注意，我们就特别注意会更小心这样，在实际上运用是这样，啊，第三个问题是。就是你那个核心的那个创意的那个产品啊，就是比方说你今年跟去年的有没有哪一种或者是说不同的一个创新的手法？会做变动，因为像我们有时候我有时候会到现场去，民众会买的时候，我就很说，啊，你怎么会买到他们这个东西？像我们做环保袋，那个环保袋，我们刚开始第一年是有设计师的，就是设计师有这种偶尔会有设计师的，我们说啊，那个环保袋是做的用皮材。后来很多在现场买的时候，就那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啊，这个很漂亮，阿嬷就跟我说，哎，这个注意，他就买两个，然后一个买灰色，他买两个，一个白色一个灰色，白色是要给他吞的，啊，灰色是他自己买菜要装的。那我想说，哦，我作为妈妈会想到，因为买菜会弄脏，所以用灰色。那我会去了解说民众他真的需要什么，然后阿嬷有讲说啊是开水，我妈妈也跟我讲说啊，你那个做那么漂亮，那个开水，洗这个不好洗啊。那后来隔一年，我就换台子，换比较可能换防护的台子。像我在大陆开始设计环保袋，就考虑到说，这东西既要成本要便宜，然后又要实用，然后又要漂亮，这都要考虑。然后这个部分就会去做随时做调整。比如说现在今年是可能做环保杯，可能明年一样可能做环保杯，可是它要用不一样的功能，或者说今年做环保杯，明年可能做环保餐具，会去做变动。那有时候会去推限量，因为限量人家才会觉得哦，这物以稀为贵，然后才会去买。那今年比如说人工光缆大前年有做过，后来隔年不做，可能空了2年不做，然后民众开始来陆续来问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做。而且在推出的时候就更不一样，你这样才会有，就是信众或是民众他一直回来再买你的活动商品这样，就是用，但是你自己要去想说，啊，这个我们也一路以来也是有接到过啊，我们也有小学生、国外小学生卖得好，可是在这个公司销啊，那个整年卖不到50套，可是在机场真的他卖得特别销。幻想啊，没有的消费族群啊，跟民众，还有在跟着他们机场这个地方，像车票夹在这里多卖的怎么样？在机场卖的好，因为车票夹可以拿挂机上面，他出国觉得妈祖我要收笔，就是每个环境你就看到不一样的角度。然后到超商卖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可以卖很多，但是我卖龙毛公仔卖350块，超商卖车票价啊，真的会卖得还不错，可是有些风就卖得不好，那我们就考虑说啊，这个消费者是不是开，所以就会。都调整这样，看是要卖什么地方。像酱油也是，我发现酱油是一般酱油都人家都会买，可是那酱油1小瓶60块，谁要买1瓶60块的酱油？一般外面一大瓶的80块、100块左右，那么小瓶黑豆做的，谁要买那么好的酱油？那在这边都卖得很好啊。后来我们就在外面在百货公司卖，就卖成交价，因为百货公司的口袋比较深，所以他就会买比较好的酱油。可是，在这边那种地方，都是阿公阿嬷，或者说那些妈妈们买酱油回去。他肯定没办法买这么贵的酱，他可能买1瓶80块，我们后来就推出1瓶100块的酱油，那就卖得很好。就是每个环境卖的地方，我们就会考虑做调整这样，会去做调整。然后每年会有点不太一样，它会做一小变化这样。每一年的那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大概有多少？文创在现在前后有些卖得很好的，还会一直累积下去，100-200辆好价，包含外面自然都没有卖的。授权出去的，100到200辆跑不掉，因为有些是以前累积下来的，像我们1年平均推出新品大概都20几辆、30辆，那你看这一年去年累积很多啊，有些人还是持续在卖，那你看累积下来就100-200辆跑不掉，就很多啦，那是慢慢累积下来，不是说啊一直都推出
100-200万不可能啊，厂商出来都会来做结合，像电锅今年做了，明年不一定会做啊，对啊，然后像陈宝飞做了，可是这两个卖不好就不出来做，可是外面还是会做，那我们就厂商这个目标买，让外面卖就好，怎么会这样？3年问题，再看看它，现在就是在中国面是看定，对，如果有人想要自己很专业的去回归，比如我那你我都可以的，但注意个人，我想说给跟我们去讲这个问题啦。我们在上一章嘛哈，我们也是成就的是中国文化看定，老师讲的讲，他广大站在你学校的立场，让抽出来怎么去把那些专业到给他，因为在你的过程，我可以把它切合这个东西，收在路上啊，比如我那抓的，降价，对你们那个。说在原本比较像那公司讲很多，让公司讲很多社会资源的，但是在今年的比较远的，他讲的社会资源多。那我们像刚刚所说的，这个林业中呢，其实离台北算近，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小的。那我们会透过说这个故事营销，你等他把这个故事，像我刚刚一直提到的说，你等他把用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像这个在卖玉便当或是那个预饭组的时候，或是便当的时候，他讲说啊，那个米是移民什么地方？那很多人说啊，这个东西，他先把故事带出来，故事带出来之后就好去做这些处理。比如说你这个城市有一个特色，像我们在到期间，我们有经过有一个我忘记鱼皮哪个地方，它有一个整个村都是电子村，就是画那个电子机压的。那他后来这个村，他后来去行销他的这个钱，他是透过农会还是加工所去做行销？他就把他的这个为什么会去画这些电子，把它弄成村都是变电子村的，然后故事讲出来，然后把这些东西透过网络，透过找一些媒体来合作，因为有些媒体其实它不见得会，虽然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很多钱，可是有些我自己认识有些记者，其实他对于台湾这段文化其实很理解，他只是在办，但是他完全就是来帮你把这个城市做行销，因为他媒体自己有些很聪明，就是我先把你这个城市炒起来嘛，以后后续要做什么，不要做合作，我就来跟你合作，但是你自己要懂得知道，你怎么样抛一个诱因给他，我现在请你来报道，那以后你有什么好处？好，你说我现在要行销这个城市，行销这个文化，行销这个某一个特定的点，好，你总要抛这个诱因给他，不然人都是叫好处，你没好处，他怎么可能来帮你做这个行销，或者是帮你做这些报道？像郑南峰也是啊，他来报道，郑南峰在目标上，可是每年这个说实在的，郑南峰每年那个媒体都是给他看，可是他还是要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做的这东西，郑南峰比较炫耀，他做的这个，他可以因为郑南峰关系帮更多庙做这个可能黄金有总会，整个拉到庙里去做一些表演演出。那你做了这个郑南峰这个例子之后，上面的一个标准，然后他可以拿这个标准这个范例去跟很多人合作。所以我们会抛诱因给他说，你看你跟郑南峰合作，可以后续对你公司来讲或对你讲很好。那像我们那时候我们有帮主持人做这个行销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你这个东西，像我们那时候跟某某合作，某某他们购物台嘛，某某有购物台的情况下，我们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跟你们的媒体帮我们做报道，那同时我们的东西就在里面上架，那上架他就有赚头啦，因为有在这上架他是说抽成，那抽成他就赚，他当然愿意帮你报道，所以你要有一个诱因给他，靠这个诱因让他了解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他就会来报道，会来跟你合作这样。你不能说我只进来报道，可是他来帮你这样子，以后他就不来帮忙。那可能以后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处，可能帮你报，媒体都会这样，还蛮现实的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还是要靠诱因给人家。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头顶拿到一个小小的八卦镜，那八卦镜它那个镜很小，这样在外面切到外面的很大，你说它那就是小小的可以挂在房子里面，但是镜子要朝外，它里面是八卦，按朝内做。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商品，你如何构思说我还去行销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个福祉
他那个中央协他本身，我也认真，他本身是也是建设技术的，然后还有相关的背景，他自己就知道说怎么样把那个神医呢都是很传统的，透过年轻化嘛，他就把神医说很小很小很小，然后把它精致化，做成一个小礼盒，然后让他说啊这个太子的神医可以关键的可以保佑你行车平安，好、这个妈祖的小神医可以保佑你幸福美满，好、或者说这个小鞋子是城隍夫人的御夫鞋，我们讲的幸福鞋，他就是透过我刚刚讲，他把它年轻化，他让你生活化，你让他生活像我刚刚讲的八卦机，让你八卦可以，你说民众一般民众可能最 care 的，可能让他平安，把他随着想，像那个把他融入到生活里面，对他来讲，他接近离他距离近的时候，他就会接触这个东西，离他太面临的时候，有时候都有八卦这东西。啊，这个东西哦，这个是你的做之类的，他一般人不知道，他可以透过这种贴近他生活化的方式，让他去了解、认识，然后到喜欢，他就我有。前提是你要生活化嘛，你没有生活化，你看生活化或贴近他的情况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很多我们接触的传统产业，它东西就是他没办法，他不了解怎么样把它生活化。那很多像做香的，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也说啊，香一般可能卖民众拜拜的，那我们就说，那日本他们很重视香道，好像买香回去不是拜拜的。哦，那你这一香买回去之后，你可以家里可以煮香嘛，或者说一个好像一个打坐，或者说在修行，或者说香观很净化空气，它这个很贴近生活化的方式去融入，所以你看日本香道发展的还不错。那我就跟台湾的那些长辈们讲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民众。让一般民众去了解，或者他就不会再去买那种好的叶子啊、其他这种香一大堆。那怎么样去买好的香？好的香怎么取得？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你要透过网络平台，透过通路平台，像我们就把香引进到博物馆里面去，或者香引进到超商，我们就把香也从来没卖过香，都是我阿姨自己去。对啊，那个全家便利商店有卖过那个小卧香。那小卧香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很多人，包括那个吴万成他们介绍，很多年轻人买。他说哦，原来香他原来认证的，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比如说告诉他说你外面买的这个香其实没有很好，你要买好香，你去哪里买？然后这本你跟这个或者跟大屏幕，跟这个或者说跟其他别人，我们其实有合作的形态，就是说你打出知名度，你让民众了解这个商品之后，然后让他不见得会买，可是以后他说哦，我哪里买好的香，哪里可以买这种。哪里可以买比较好的酱油？哦，酱油外面加酱油一大堆不好，你怎么样买比较好的酱油？哦，然后买这酱油，这个酱油他妈大家妈放一辈子这样，然后这个酱油通过认证，然后又配豆酱油，啊，那他渐渐他就开始这样子用，然后就可以去学，从生活化入以后去复制营销就可以去这样。那个问题，我们的目标到底有100八万。其实我刚刚大概听大家讲有一个模式哦，看起来是创造需求啊，他会创造应该是用一套创意化的，再应该是看起来是包装，那再第三个大概就是说你如何去，就是看起来就是第三个应该是说创造一个不是很了解的人去。也就是客户端，就是自动端，就是你如果让他去分析他这样的。那我现在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一些问题有在这个方面在解决。对，比如说台湾在50岁以上的人，全省人是极端痛风会，分成跟痛风全省。对，这个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文化部应该可以做一点。但是我在想说，这个到底怎么做？那我们现在看。那我们不一定要等到20年后，等他们光这件事才出现。但是我在想说，其实应该讲方法，因为我在想说，当我现在看到这些包括台湾的选举，其实都已经有一点异常化，就有点说这一群人已经站在这一点，这些人已经后面这一群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必要这样。但是这个好，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文化产业，你如何给它包装嘛，就这样会先会，给它讲出各种这个。这个你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再这样做？现在目前我们官方的文化部才刚成立没多久，我们已经有开始陆续接洽，可是他们因为毕竟他们刚草创，很多东西其实他也做的不是很完整。那我觉得我是蛮希望他，因为他知道要做，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就去跟之后有会的时候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了解我们这东西怎么做规划。那我
一些我们在军事上面的专业技术跟他分享，然后文化部会说哦，我就摸鱼，像他们也很多遇到可以做这些文化创业东西啊，可是他找我们给，很多人跟他申请要，像举一个比较不好意思，梦想家就是一个很烂的例子，梦想家他就说啊那个因为那是在中山的东西，但是那很有好，我不是给他，可是他文化部知道说，我们建会跟文化部知道说。这个舞台，一个舞台其实超不了这么多，因为他不知道，他一直都在这个学术领域在活动，他不了解业的部分是需要多少钱。那当他开始现在渐渐有些这些业界然后专业人士说，哦，原来一个舞台不用花2，他刚开始很小的，所以他是有钱，他刚开始乱花，那现在开始会比较掌控，然后让你提出相关你在业界服务上的专业经验，好，现在媒体报道相关数据，我们都会跟他讲的，然后他慢慢就规划出。自然要辅助这部分，他就开始衍生出一些预算出来，然后要补充。当然，资策会也有类似的预算，资策会现在有那种地方产业基金，它以前不会有这种基金的，地方产业基金也不少钱的，1000万，可是1000万是分3年，1000万分，但是还要做核销，然后你要帮地方产业去做行销，地方产业它是以庙宇为主，这种以前讲庙口基金、庙口基金这样讲大的，你怎么用庙口为中心点去衍生出？后续的经济效益，你需要提供一个书面报告，你要怎么落实这些东西，然后你有怎么样成功的经验去帮你，然后怎么样台湾民间信仰它是很虔诚的。那我来3个自备的都是这种，一个是教部经理，一个是业务部经理，一个海外事业部的发展经理。他觉得说台湾这个特色需要，他也觉得说这个东西需要是可以做养部去包装做营销。那我觉得这个很强。那当然4年前就跟这个合作，我也知道这个很短，只是这个那个窗口让我上来。对，我就觉得可能营销都是妈手多比，所以因为我这些单位都很大，我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总是会比较忐忑啊，就是可能会被拒绝干嘛的，但是还是到这都还蛮顺的，对，就觉得妈手吧。当然我就跟顾客谈，顾客很巧啊，台湾后来顾客来谈，他觉得有意愿啊，包括我们现在手机 APP 的赖也是啊，赖在我们自然过来跟他谈，他觉得说可以啦，可是你们还是要付那个上架费要30万，我说我这么多钱，自然过来这么多钱，就让你付这个上架费做一个。后来这个跟赖谈，现在还在谈，因为那是毕竟还国际谈，不可能是说当年马上成功，可能第1年跟他耗一下，第2年再来当然有，第3年可能就成功，大部分都花2-3年时间，在国际台都2-3年，可是台湾的品牌就比较难，台湾品牌顶多可能花2年或者1年就成功，或者是说不一定要品牌2-3个月，然后说自然过来可以谈得多，当然就好就谈。那有些可能就是国外的品牌或比较大的品牌，就要花1年，当然。那当然要透过1次之前，通过我们这样的营销公司，方面来做专业营销公司，去跟他们基本上中医传染方面做这些东西这样。那政府当然也想帮助地方啊，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帮助啊。那刚开始就乱打，现在开始会比较靠传的，就是他比较知道怎么去弄，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草创期的一些阵痛。那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并不了解，包含他们有辅助相关是文创商品规划的。我们也还在了解，到现在还在，因为文创商品这规划也要今年，好像是5月份才6月份才有这相关的，以前是没有的。然后后来就慢慢衍生出有些相关的，那以前他乱补助啊，设计的东西也补助，然后有些东西跟设计或是跟广告跟文化没有关系，他也补助啊。那现在开始都只要自己他们自己要知道说哦，这东西补助，因为毕竟这个部是很新的部门，它不像你说相关部门比较久了，要到什么去补助。像以前做动画就跟那个工业局跟商业司做补助。可是现在动画这个东西到了文化部也会动力这个，所以慢慢之后就全部到文化部，因为文化部属于影音产业他们有。那很多比较聪明的公司或是比较跟政府有往来，他都说哦，这个东西怎么去申请。那当然对政府那边我们也到时候要多什么东西了解，就是你也要跟他有所去做一些交流，要说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你可以开设这个补助档去申请这样，然后说跟他反映这个状况，我们也都有反映啊。可是有时候。他有时候要一块，他只给1秒，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效益是怎么样，除非你是很有名的，或者像自然工这么有知名度，我们跟台中市文化局申请补助，我们现在要他10万，他只给10万的，因为他给钱给很慢哦。我们是12月跟他申请，明年度的东西，明年度3、4月要做的文化补助的预算，他到隔年10月才下来，后来我们就不申请，因为他很麻烦是，他有时候跟他申请哦，他就给你请会计师来给你一条条核销，这边的东西怎么可能一条条的？你要印5万多，你才这可以核销吗？对，因为5万多我们那个平安福音这么
直接跟他申请你的政府按你印花这种，知道要什么名字这样子，也印他上面写的印出，这也奇怪，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要去跟他们单位去沟通，再沟通，让他们了解说啊，这东西是需要你们去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现在来讲是这个还很多都是很标准，可是要让他们了解说，在宗教啊，在文化的部分，哪些在台湾在地文化的部分，让他们了解说这哪些是可以进行的，然后了解他们后续还会帮忙，然后要跟相关的人员然后去说，不然你去突然要怎么样太多了，因为我别人都在搞坏，有可能怕。那就是说，如果让你去讲美食的话，你可以讲到什么点子，让这两种人不会去看这样。你说哪两种人？他说分水跟外省，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啊。吃东西啊，刚刚这个人就会去那好好吃东西嘛。要来讲东啊？多用一点外省沟通。啊？你是说介绍本省人，然后给外省人，介绍外省人？介绍好人都以此为天嘛，都是从吃东西开始，像我们跟大陆官方往来，都从食物开始的。你说一起吃饭还是说介绍？一起吃饭啊，从食物介绍，他来我们这边饭局就从饭局开始啊，饭局然后慢慢从饭局里面聊，让他了解说啊，台湾有什么特色、好玩的好吃的，慢慢再把这些文章。那像这种大规模，台湾比如以前很严重嘛，那这种外省很多像这种文化创意传递什么样的讯息，让他们听到以后，大家就比较容易融入。很多其实从国际的开始，很多从美国东西的开始，比如说像我们跟大陆那边很多因为它本身也是信仰他乡的，可能因为信仰跟思想上其实有部分是有连接到的，慢慢就会接轨，然后再从吃啊去从文化慢慢就可以把它接轨。比如说在台湾以前在政治界有没有在讲女的你是男的啊，我们就女的男的啦，女的男的如果把它那个加这个不是男的，很多有啊，文化界就很多是女的是男的，他有时候是女的，有时候是男的，文化界蛮多这样子，但是他是里面有一个创造一个共同利益点跟利益点嘛，而这共同利益跟利益点其实它是会去分蓝跟绿的，我们都是就是像智能公司虽然大家都知道智能公司是偏蓝色的，但是绿色跟我们很好啊，那怎么样很好？因为还是有共同利益点，他要正题，好，我们给你正题嘛，那你要你的舞台，我们提供舞台给你，因为对他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是要有一个诱因跟一个诱因，然后或是说可以连接的，那当然你跟不管是跟蓝跟绿其实都很好，然后像我们也会，我们现在目前基本上比较跨出去是，我们一直在很努力的蓝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跨出去是，怎样让基督徒变得太难？但是我们很骄傲，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发现很多那个或者是日本很多佛教的这个其实没差，可是很多那个挂十字架的拜妈祖都有。像我们跟那个光学集团他们的高层都是天主教的，可是他们现在基督徒都不叫台湾，那天主教徒还好，因为他们来这能够谈合作案，他们没有拿钱，他们当然拜妈祖。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跨出去的方式这样，我觉得这里还不错。像我自己本身，我其实文科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上教会我还是会去上啊，就是我拿上我拿钱，我就不会特别去分哪个，但是你要一个文化节跟这个专业知识介绍，其实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说，怎么样让本来不是信妈祖的，或者说本来对这个东西是排斥的，他不要说一定要变成一种文化去接受喜欢的。我们这样说透过这个信仰跟文化方式，去让他喜欢台湾。最主要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变妈祖信徒，可能这最重要是让他了解喜欢台湾。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台湾都是3、4月来参加妈祖嘛，他来玩的不是来拜妈祖，他是觉得说，这个有时候好的机会，我好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来同时来玩，然后我们还有开玩笑讲说，都可以自己回的，然后好多好吃的都是在这时候，然后他们来玩，然后来沟通。其实我们在这个文化节的媒体有报道，是这我们不晓得，是媒体有报道说我们在这段时间他们碰到公共产就8%，但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台湾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这是媒体，那媒体有时候我碰到8、10页公关，我觉得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上还蛮骄傲的，因为你因为妈祖化节带动周边经济效益，包括可能他可能回去啊，或者卖什么东西，很多卖那个路边摊那时候都摆摊，我说那个我们都闲聊说卖怎么样？那个卖新的，他本来预计是卖2天，半天不到半天卖光光了，对啊，我觉得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上，因为妈祖的庇佑节啦，或者是说因为文化节的关系，带动这种经济，我觉得也是帮助地方。像我们之前有媒体演说，我们妈祖文化节不是正常风，就是说在我们台湾3、4月这时候消妈祖的时候，带动了 GDP 2到10的新的一个国家的 GDP，因为妈祖文化信仰，不管是任何地方。对周边产业 GDP 带动2%，这2%其实很低的。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对台湾经济是有贡献的。你虽然是对主要本来是对文化是要做文化信仰给予贡献，可是周边自带经济效益很大。当然北台湾那时候也在到处，然后才刚马还有北港、新港等等都在做到活动，因为文化节关系让很多人去消费，或者去来台湾观光或者旅游或玩。你看它带动 GDP 2%，我觉得这样很高。有一个礼拜6，就是我们南华的火锅里头，我们是风岛，我最大的一个觉得，结果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教室看过去啊，在那飞过，真的有人就趴在那边，就是红卡的，他也在放鸟。来看看有没有是拿那个问题。台湾有这个庙会正统它甚至可能电子物去了解他们更多的，可能像你刚刚电子之后，你觉得台湾这个你不见得会是100%，可是你会去用历史文化或电子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后来有跟一些媒体，或者说跟媒体里面可能包含电视、电影、电视等等做，像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想法。最后一个问题。那你本身有没有因为你教妈祖有改变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你跟妈祖？那你刚才要是最容易不觉的时候，都会请教他这样。对，我算受洗，可是我不妈祖的配件。对，我没有说，因为我没有基督徒的，我会他有洗脑，我给他洗脑。对，我都会拿一句话阻止他们说的。我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全世界宗教战争这么多，我们妈祖信徒或是佛教徒宗教战争吗？那个神父就被我们这句话阻止了。对啊，宗教最终不是要让人家觉得这是和谐的，然后劝人向善的。可是你看基督徒跟天主教之间，你看历史里面多少战争啊？你看这是宗教之争啊，耶稣基督真的是劝你这样子吗？对不对？你要假借耶稣基督之名，假借神之名去来行这些自己个人或国家利益，这是不对的啦。那我后来就跟神父讲了，神父说，人家说你果然要对，人家神父都会给我辅助这样子，因为他不知道你怎么不干脆就正式的时候，就是不要再拿枪了，他觉得那个，因为对他们讲就是怪力乱神嘛。我说你们说国外偶像，那请问你耶稣基督是偶像？对不对？你说不要国外偶像，那耶稣基督，你说圣子那个人在过，那妈祖也存在过啊，关公也存在过啊，这些都是偶像，那你的神就不是偶像，对不对？光这句话就可以改，是这样子的，所以
说，因为也是天主教的厂牌是道具啊，我也帮基督徒做福音的，可是那很少，因为都是帮，因为我觉得帮台湾这些宗教在做这些辅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自己期许，说让更多人喜欢台湾，了解台湾，然后同时让因为毕竟台湾反映很多宗教人物，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通过影视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让很多人喜欢跟了解台湾文化东西这样，可能这样非台湾人就是哎这个东西像你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要表达、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子。还有问题吗？像大甲这来高，然后北港高一高、新港后面高，还是父子的那个国王嘛，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每年就是30月8周的时候，我都会去看，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看那个烟火，那烟火其实就卡到环保的问题，再来就是噪音的污染。我想问你，就是如果说这些庙会，他把烟火这种东西拿掉的话，可行吗？最近谈的是这种，只是想说鞭炮把它变得是的，我们对这个东西其实鞭炮这个其实就很快了，我们先从年节文化就有了，那年节可能放鞭炮是为了民众嘛，对不对？典故是这样。那站在我们是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它是很对，我们没有直接赞成这件事情。像那个金山宫的那个主委啊，他之前接受参见的时候，我觉得台北市教里面不好，就是好龙宾台前面放彩票，后面环保机，他边放鞭炮，后面边好龙宾台前面前面在彩票，后面边开导弹，就是后面看矛盾心态，就这很具体，因为但是我们有去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很多民众其实不是这么想要这样，他觉得很吵，那他或者他爱拜拜他不喜欢鞭炮的，那我们觉得为什么他觉得很不好，影响到他的生活？可是中南部你看放花刚才没几2万，那我是觉得说至少还是有文化是要保存的，只是说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规范它。你说庙会点鞭炮都很奇怪，就像我们拜拜不知道你可以点亮，但是我觉得那是免费。对我们来讲，其实在或者是庙的角度来讲，或者说对文化角度来讲，其实是不能费的。只是说还有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是不管是金子的文化、烧香的文化，或者说鞭炮文化，可能要透过一个方式把它的那种是现代的可以接受，可是并不是说要全部费。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放鞭炮很环保，烧金什么的就是废了它。但是你这完成几百年几千的历史都废，那就跟文革是一样的，这很抽残的，就把那些东西都废除。那以后还会有这些鞭炮文化，还会有这些烧香文化，不行，我们觉得不是这东西是不能废的。所以他们政府刚才在讲到废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上一周上不能废啊。像我在帮台南市要做其他规划，我这几年这2年先做规划，然后他的以前主委现在董事长是赖市长，我最近2月遇到他，我跟他比一下，就觉得这个不能废，可以台南这部分其实对台湾来讲，其实在庙会这个文化其实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会跟他劝他讲说，你这个不要想说，你不能这么很抽象的把什么都否定它，你还是要保留下。可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留它，这个是政府跟民间还有官家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在讲，因为您的影响力这么大，因为可以去参照这些，到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社会原因改善。所以我在想，其实宗教跟环保应该是不会太不会太重因为以现在来讲的话，的确我们这个噪音，这个跟这个噪音来讲，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改成那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所谓的环保鞭炮嘛，再怎么样，对不对？它跟那个不一样，但是它拉的时候，这个就因为什么问题？那如果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名字啊，或者是要养毛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要需要减碳的嘛，那这个是他应该想到，如果找到一个好的，我都希望你们去促销，因为你们可以改善很多那个很多大佬很多那个独处的想法，或者是很多的那个这种想法，其实我是觉得说，大方向来讲，出海也会跟着忙嘛。你就讲说，其实我相信，其实连马祖一定会赞成方法。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说怎么样去促销对法律？这是我们不管是5年级跟6年级，也就是说相关的专业的知识上，我们现在来讲啊，说这个东西我们要保存的，因为除了那
那边有反映，就我们去那些长辈，那些支持那些长，因为政府那环保关系让这个产业其实没落。那很多阿公阿嬷，或者说有时候妈妈们做这种备孕他转型做别的从太没办法做，那很多都直接在家里。那其实这考量的层面很广，从文化、从交通、从经济层面来讲，它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讲，都要考虑。那也很多阿嬷退休了，但是他唯一生活依然是阿嬷，我们有的是阿嬷，我告诉你什么，70、80岁，那脚很痛啊，他还是都要来，因为这是他的疾病，他的生活习惯。他真的缺钱吗？他或许不缺钱，但是也有真的缺钱的。那他还是要靠这个生活。那你这样做其他人，谁要请他？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不是说说要废就废，这种很多形状，虽然说移到大陆去做，很多超移到大陆做，很多做枪移到大陆做，很多长头台移到大陆去做。可是其实这个迁移过到大陆过程中，其实会造成台湾很多的是，本来他做这个下去没做一辈子，一个人做法官，那我们在以前我说，像我刚刚讲的，我说我自己知道，我觉得都帮你做多，叫他做多好，可是其实要跟深入他去了解的时候，发现那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要转型，我要把它全部都不要，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要考虑到那些妈妈们可能养扣这些她可能吃穿都是靠这个，可能养这样子，也有那种做形状做一辈子，他养了2个，一个儿子是做医生，一个儿子做医生，一个做蛮多成就还不错。那我觉得这个虽然讲这个生活已经生活一部分，他做这也做一辈子，那你要去废掉他，不可能。那政府当时其实很头疼，就把它废掉。我在想，这不是废啊，但是这个就变成我们想那个对啊。但是其实您刚刚讲过，就是如果说是民主的，那也可以申请什么审计什么，那上面就用一针一线秀出来。他以前可能可以赚个50块一天，那可能就这样子可以70、80块一天走好不好？所以我想说，其实我这里的头脑都够，就是我觉得很多这些文化的转型还是这样。我想说，大家找一些点子，像这个台南市的解决方法，他就是你刚才已经用过了，其实他是疯狂攻，然后关系也说不要放鞭炮，因为印度他们心中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权威的神嘛，就神讲什么他们就不敢相信，他们本来台南市的寺庙是反对的，说放鞭炮不行，但是后来那个理事长就说关公讲的，不晓得是不是？那你公开保会让大政府保会公开这样讲啊？如果真的这样讲，可是关公这样讲是说这些庙不要这样放，并不代表说就是台南市这一次的道歉活动，不放鞭炮，他有的是还是会有说法做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关公做的这种角色，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他要帮做鞭炮的要少数。对啊，关公就做的这让他们是放的，其他时间没有啊。对啊。好了，那个今天时间到了。因为我今天找3先生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看过一个报道，他说1年宗教文创的这一个产值有好几亿，那很大的产值，可是我们读宗教的会发现，好像我要找工作很难，对不对？我要成交很难，今天你听了才发现原来没有。你会发现我们念宗教为什么有我们的利益知道吗？我们的专业真的是相当高。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说你的脸皮不够厚，不知道我去做生意你说把你的这个专业经过一个包装，你的这个产品不会卖很艰深比如说我们这里都是参与，对不对？说大家真的愿意去一起来那个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在百货公司摆专柜都有。那个比东西卖下下掉了，真的这么好的不见得。对，我们学校那个上个月我们都去看那个嘉义球场，4.6公顷一个文创专区，学校先把它标起来。他说到正常付税金的时候你知道吗？那1年的土地税就3000万。所以你看学校曾经想要去玩那么大的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面嘉义球场里面会有很多他那个厂房的外围都要输出去给人家做。所以说这个世间这个机会很多，我们如何踏进去，就发现念宗教的人都赚不到钱，不是念宗教的赚了一大堆。开玩笑，就是人家他愿意的呀。因为念宗
他们不用念很多，我还经常的三件事情提醒我们，有时候你在提交的时候把这个关系没有啊，在你说要到双名字，人家一问我，我都回答一个。当然我不是说跟名字产业有什么那个仇恨什么的，我只问一句，没有用指定的子弹，你招什么？好，你现在就可以解决到底要不要双名字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最早那个是用铜钱，对不对？它铜很贵，所以他们用陶器做成钱的样子，用埋的，是吧？最早的名字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好，所以你有这个历史的知识，很多问题你可以用一个创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说今天的演讲，一个业界专业的人士，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个启迪。我自己都获益很多，我就开始在研发我自己的厂牌。我好像那个大林做陶艺的，我家给我做一个茶盘，我这是要把金木水火土给贴上去。他说一个要成本要500块，我还等他做出来。我做出来我再秀给大家看。你看我已经在设计自己的这个我打算知道，有些产业其实我们有时候像我以前做那他们的刚开始就是有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会有所谓一厢情愿，你自己觉得这东西好厉害，很棒，可是真的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嘛，或者说还有这个市场行情价，对，做这个东西真的这么贵嘛？其实要多方探究，像我刚开始就是傻傻的，以前查了300-400万去做啊，还好我还有金主愿意赞助这样子做，不然我那个烧下去，我金主也哀叫说你做这些东西，我回来投了300万、400万下去，我回来才100多万，但是这也是真的，我跌倒过例子也跟在座分享，以后有可能你们都去规划完之后那点东西，然后包含其他的，而在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人刚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有时候盲点，所谓一厢情愿，就觉得这东西很厉害、很棒，真的很棒吗？其实你拿这东西问不同领域的人，让他了解说这东西是这么喜欢吗？对，还有一厢情愿，在成功之前要先做生意，做法过。我也法过。所以你看我好像很会做生意，我现在帮我们手上谈很多事情啊，那个现在有一些那个道教的寺庙都要来跟我们谈合作。那我们今年的录取率已经跌破50%了。我们宗教所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红的这个系统。其实我用的什么，就是一个行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前途是这个很光明的啦。那宗教的产值很大对，大家要记得这个。要去融合市场的需求啦，就是说有些你现在做宗教的像我们像我念设计出身的，但是我行销跟基本书还是要看。我之所以从游戏产业跨到公关产业，其实有一本书对我来讲那个影响大，就是那个蓝海策略。那个因为蓝海策略这本书，他在告诉你说，怎么样从这个市场很多人在做事情，跳脱一个市场环境没错。确实我看跳脱出来做关系速度更快，因为你做到这个东西很少人做，以前那时候还不算网都还没通过，也开始做宗教有经验。那当然现在来看，就太平类这种公司，其实台湾也有超过1间。那有点规模的，我们算是属于所，因为你可以很少公司做到媒体在帮助上。侯志伟今天感谢也有2家智能工程师因为因为服务这种关系相关都有很多资源，这其实是蛮大的优势，对智能工程师我们真的感谢。那在这部分就是说，自己本身要去了解说这个是社会上需求是什么东西，你真的要跟社会不能脱钩，然后你要生活化那种一直在重复的生活化的东西，然后你做这些规划的同时，你不能说为一厢情愿说我们想要怎么做怎么做，你要想说这个社会上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很有创意没有错，可是是不是人家要？我们也都会做这样的，像我刚刚讲磁铁的例子就是这样，那磁铁大家都在收集啊，可是我们有一个盲点就是，大家收集是不用钱，我们那磁铁要钱，所以我们画磁铁是滞销，就是一厢情愿嘛，就做磁铁会很慢，可是只有在真本上卖的嘛，其他地方都卖的超烂。酱油也是，酱油这个例子，酱油也有刚开始很失败，酱油一瓶卖80，小米一瓶卖80块，也是这种东西也卖不到2组，很可怕啊！那个怎么可能一年卖不到2组？就2组也都没人买，可是在外面百货公司卖到没有货啊，那我们就可能说是不是太贵了？后来开始慢慢做调整，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好之后你要接近生活化，就是说我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像我没有做首饰的，首饰很漂亮，可是他不会做行销，那你的首饰有什么特别点？你要把你的特别告诉人家，不要说害羞这个是我技术不方便跟别人讲，你可以自己保留一部分就是核心，像大陆那个同仁堂嘛，它那个10位帝王还是6位帝王丸，它是
保了低位，人家传不出来，可是他就是告诉他说我怎么样做这个6位地方版，然后去行销，让更多全世界当中这个同仁团队贡献。大陆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对，其实，在行销这个领域啊，有时候你要很赶。我最近看到那个电视白兰氏机器在卖那个真麦，真麦就是人参、麦冬，还有那个五味嘛，这个是因区的人来吃的嘛，基因的，就他弄到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吃，哦，所以说你看他就不管你有没有赚钱，对，这个不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好，这个谢谢这个詹先生啊，好，那我就有一个启示，我们下学期我们请那个佛陀纪念馆的企划的那个人啊，再来讲一下，我们再看看佛教界如何来做企划。好，我们这个鼓掌。现在有一个最好的地方，詹先生要去考比赛，因为我们等一下能不能那个啊？你好，你好。给你看口罩。我们要拿手机管了口罩，拿一个可以好，那就回去再好，好。好久没见，终于见了。下方。